气象署针对目前已经发布海上甲陆上的风台警报，警戒区包括台东、屏东、恒春半岛甲高雄，这2日可能会透风落雨。花莲的马太安溪积水湖境溢流，所以花莲县府昨昏是已经先预防性，甲差不多7000人疏开。今日风台华家山继续增强，暴风圈的范围搁再扩大。透早以1点钟21公里的速度向西边行，积极风平均暴风半径320公里。所以气象署这么也讲，台东、屏东、恒春半岛甲高雄地区拢列入警戒区域。东半部以及北部还有恒春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，整个范围都扩大了。另外，沿海都有可能会出现8到9级以上的强阵风，也要注意长浪。那另外，西半部沉降区域可能会有一些高温。到了晚上，风雨是最明显的时候，一直会持续到星期3的清晨。东半部以及高屏的山区都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。担心风台外围环流带来大风大雨，花莲万影响马太安溪的崩山湖可能会崩流出来。花莲县政府计动有防性撤离，因过划定的影响范围伤宽，有3个乡镇、12个村里，1800户，要加7000人。改来改去，搞到最后，我们这基层的真的有时候会很困惑了啊，到底是多少才正确的，多少人才是真的危险的？目前我们就是主要做垂直撤离的一个疏散，那就是主要是针对1楼，针对1楼的部分来去做人员的一个撤离。今日风台内当地进入备战状态，国军也传好台兵，准备协助撤村，村民也赶着行李到安置所报到。林保署发红色的警戒。8日，马太安溪崩山湖保全和一个保全范围的学校3间各中小拢停班停课。因为很多都是急在人不在，所以尽量就有在家里的，我就全部就让他们撤离来光复高职。气象署讲，8日暗时到拜3透早，华东地区宜兰一个高屏山区雨会正大。拜3虽然风台慢慢离开，不过外围环流也是甲水汽一直炸入来。华东加恒春半岛雨也是正大，要特别注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